只要永远和你在一起。双手拥抱过，永不放开过，我要与你在永恒里同行。双手拥抱过，永不放开过，我要与你在永恒里同行。Come on， 双手拥抱过，永不放开过，我要与你在永恒里同行。你在我身旁，一直都不一样，一直都不再一样。我知就是你过，生命改变，我要与你同行，我要与你同在我身旁，一直都不一样，一直都不再一样。我知就是你过，生命改变，我要与你同行，我要与你同行。今仔平安聚会，阁有2分钟要开始，请大家备办心，把手机关机，也是飞行模式。所有赞美你，都说到 you， 无人能阻挡我跟随到永远。我心颤动，因为你生。全地震动，这是星星声音。万国要转向你，全地听见这呼喊。这是我们的赞美。我说 about you， 你的美好应许，献上所有赞美你。我说 about you， 无人能阻挡我跟随到永远。高墙将倒塌，虚假将破碎，只要你听见这声音，充满信心的呼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哇，今日风台天，这2天的风台对咱的影响有真大无？无咧，大家拢摇头。呀，这届风台吼，感谢主，因为咱的祈祷，所以上帝互咱的台湾伫这款的天气内面，犹原保守咱平安。虽然较山内有一寡的影响，总是这个灾难降价上低。所以牧师来问咱哦，风台来就是灾难，是不是？哈呀，真侪人想讲风台就是要带来灾难，但是咱敢知影，整个地球一定需要风台，因为风台才有法度调节整个地球的温度，所以风台就是咱整个地球的迄个空调机啊，好，所以对这个科学来看，这个风台是上帝伊所创造的，为着要让整个地球的温度拢会当平均，拢会当平均，需要透过风台这么大的风，才有法度让伊温度拢会当平均，啊无热的愈热，寒的愈寒，
规个拢会变化去。所以这嘛是牧师昨昏个研究过，到底风台带来敢若灾难以外，有啥物上帝意思？为什么会有风台？所以风台的形成无简单，就好亲像你咧找女朋友、找男朋友遐尼难。所以风台对咱来讲是有帮助的，对地球来讲是有帮助的。所以感谢主，互咱拢会当平安地倒来到伫遮。上帝要祝福咱，透过直播甲咱做伙敬拜上帝，也祝福你，不管你伫叨一个所在。这个是牧师邀请咱起立。哈利路亚！咱要用敬虔的心、敬畏上帝的心来迎接圣神踮伫咱内面。咱做伙将咱的双手举起。哈利路亚！咱来到伫遮，就是要敬拜咱的上帝。咱全人全心拢要奉献予伊。咱做伙来讲，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有点仔久的时间，咱伫遮甲圣神的祈祷对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继续求圣神充满你，继续求圣神灌压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咱是属灵的，上帝的灵伫咱的内面，咱是活的人，所以咱用咱的灵甲圣神来沟通。圣神伫今仔日，伊踮伫你的内面，要对你讲话，要互今仔日你伫遮的领受，会当带来你家己本身的祝福，佮会当祝福别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神，阮学了你的名，因为你无所不在，你踮伫阮的中间，互阮今仔日来到伫主你面前敬拜你的，或者是伫直播顶悬，甲阮做伙敬拜。圣神，你的运行也伫因的中间，感谢学了主，今仔日的敬拜，我们用阮的手，用阮的脚，用阮的歌声来学了你。因为你是堪得而乐的大主宰上帝，阿门，哈利路亚！咱只是用使徒圣经，咱做伙来个别咱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谷，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上帝的快乐伫咱的中间，阿门。上帝互咱会当诚做有上帝形象，就是因为咱的内面有听、有学乐、有伊的快乐，阿门吗？阿门。所以咱要用诗歌来学乐咱的主，大声咱来喊话3摆哈利路亚，将一切荣光拢学乐咱的主，举起咱的正手来，举起咱的正手哦。好，准备好哈，来哈利路亚3摆哦，好，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上帝，阿门。咱的上帝嘛是互咱每一个人有大快乐的上帝，阿门。所以今日咱要用手歌甲跳舞来学乐咱的上帝，咱做伙来拍鼓啊！
甲隔壁的兄弟姊妹讲，有上帝我就唔免惊，有上帝我就唔免惊，哈利路亚！咱的上帝卡住咱的耳朵，咱继续专心来敬拜伊。我心和乐上帝，咱做伙来拍鼓啊！带咱心来迎，哈利路亚！咱做伙用拍鼓啊，压起咱的双手来学乐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看地咱的敬拜甲阿罗的上帝，哈利路亚！耶稣是咱每一人的帮站，耶稣嘛是咱每一人的好牧者。阮对耶稣，无论是拄着什么款的代志，还是你行伫倒位，咱拢唔免惊，因为咱有对上帝来的平安。哈利路亚！咱做伙来用这首诗歌来敬拜。主是阮每一人的牧者。
你我的无遮你是唯一，每一个季节因听因传，你是供应者的新君王，你是我归来转弯，你关山我要学路，你山高我也学。阿门。你有领受到上帝甲你同行，你就充满迄款的喜乐甲平安的大声讲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咱这群是有福气的人，是上帝特别拣选的人，每一个拢是 VIP， 就是会当领受上帝伫迄个优先的位置的人。阿门，阿门。因为咱敬拜伊，咱服侍伊，咱敬畏伊，感谢咱的主。这个是咱要奉主耶稣的名，咱要来祈祷，咱要来祈祷，为着什么来祈祷？要来为着咱即马伫幸福小组一段落结束了后，然后有真侪这新的朋友来到伫小组内面，咱有较无这新的朋友，因继续来伫小组，来到伫教会认捌耶稣，一直到因领洗礼，成做耶稣的囝儿吗？咱有较无阿门。所以咱要为着这个事来祈祷，祈祷就会来翻转，
祈祷就会当来更新。有这个人的心本来是真硬，总是因为咱的祈祷，像好残像的活泉，透过祈祷进入到伫因的心内面，迄个定的土，拢要成做生的土。阿门。所以这个是牧师要来请咱来两个咱 RPG 的祈祷。RPG 第一，阿拉上帝；第二，为了咱的幸福小组者也未信的灵魂得救来祈祷；第三，为对方来祈祷。来，咱即马来两个咱 RPG 的祈祷，两个无有一个是孤单的，咱会晓的来带，袂晓的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对啦，哈利路亚，主你要听阮的祈求，哈利路亚，主啊，阮的祈祷是大困难，阮开声的时，阮为人祈祷的时，阮就要得到双倍的福气，哈利路亚，相信你进入每一个人听阮的祈祷，主啊，阮的祈祷伫地面就要成就伫天顶的。力量伫天顶的稳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哈利路亚，阿拉主，哈利路亚，阿拉主，主的稳定来，哈利路亚。你万岁。
款的环境内面，逆境、顺境，阮拢要顺服你。伫逆境内面，阮要知上帝你有你的安排甲调度；伫顺境内面，阮要存感恩的心，感谢阿拉主，互阮透过金丝阿拉献上互上帝你，因为阮敬畏你，因为你是圣洁的。感谢阿拉主，互阮有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遮会当用嘴来吟诗，用手来拍谱啊，荣耀拢归伫主的名，阿门，阿门。咱用普话声，甲荣耀归互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要坐以前来甲隔壁讲，你的吟诗充满溃烂，你的吟诗充满溃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非常非常的阿乐，阿门。大家请坐。这是咱要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旧约箴言第16章第2节以及第9节。请人看家己的所做做着，毋过上主审查人的动机，人计划家己的道路，上主引带伊的脚步。圣经共读到这。愿圣经，做咱随时的帮衬。只是咱要请本堂周牧师来正道伊的题目是计划赶袂着变化，计划赶袂着变化，请牧师。伫牧师要讲道的大声咱有一位兄弟要来见证。这个兄弟，伊领洗礼只有年外的时间，总是伊的生命有真大的突破。那安尼，伊家己来家己教会领受这个福音，伊个引带伊的太太来信主。感谢主哈，这是伊的生命的一个真大的见证。要引带一个做医生的太太来信主，迄是无简单的。咱来看这位，咱的听这位兄弟，可能恁毋捌伊。咱来请心爱小组的曾毅来。咱来到伫头前，咱捌伊的请举手，毋捌伊的举手，毋捌看过吼，真意哈，真意啊，真意，你来到伫教会偌久？年外哈啊，伊是因为迄个咱的嘉润的朋友，嘉润甲伊邀请。然后伊就来家己教会，咱来听伊的见证，非常充满着迄个活的气力。搁一摆热烈扑下声，好。歹势，我台语无啥练转，所以我可能用中文。亲爱的牧师，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培育学校第18届的毕业生。心爱小组的林正义，感谢主耶稣，引领我踏上追寻他的旅程，也感谢神差派这么多优秀的属灵前辈，不求回报的服侍我们，全新的教学，只为让我们在真道上可以更多的认识神。还没信主前的我，凡事靠自己，跟随世界的价值观，只在于效率、成果，然后对人冷漠。又缺乏同情心，也缺乏同理心。我以为我只要靠着自己越辛勤的工作，就可以更成功。结果不但没有，心里反而觉得空虚。去年在一个忙碌的午后，我心里面闪过一个念头：难道我生命的意义就这样了吗？我的生活并没有匮乏，可是为什么？我一个人的时候，老是会觉得孤单，会觉得很难过呢。奇妙的是，就在我冒出这个疑问后不久，我的大学同学谢家润，他就突然传生命更新营的那个报名的简章给我。他说：“这很适合你，你要不要去试试看？”我想说：“你怎么会知道？”而且神奇的是，那一天刚好是1月8号，是我的生日。然后感谢主。
我原本只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去报名的，我就想说，反正我只要找到自己的答案就好了，万一到时候苗头不对，我还可以绕跑，应该没有关系吧？对。可是没想到，当我一参加之后，就一试成主顾，对，然后最后就来到这边了，对。那原先呢，就是困扰我的疑问，竟然就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一个被解答。对，我的生命也开始好转，就是我开始就是心里面有平安跟开心。最棒的是，就是我遇见了我们的神。对，主呢，他透过培育学校的3个阶段引领我们，就在成长班的时候，又真又活的圣灵，他非常活泼的向我们自我介绍。我很清楚的记得，就是那一天，知道圣灵之后，我回家，然后偷偷摸摸的一个人，然后半信半疑的呼求圣灵的时候，那时候我想说我自己是怪怪的，可是就在那当下，我获得了圣灵的回应的时候，我心里面的那份悸动，就是我一直放到现在。对，然后到门徒班的时候，我学会了怎么跟神亲近。对，我们体会到让主掌权之后的我们，就是心里面是多么的平安。我还记得，就是每天早上祷告之后，然后心里面一整天的那一种踏实的感觉，那个是不会骗人的。对，那到了最后的领袖班的时候，我开始学习就是跟神同工。也感谢主，就是给我们这个机会。对，上完培育学校的我呢，日常生活中已经有神的陪伴，心里面已经不再孤单了。我知道他是最了解我的，他在我祷告的时候会给我惊喜。当我走偏的时候呢，他会就是明示暗示的请我走回正路。对，然后在我遇到挑战跟困难的时候，他也会教我们得胜的撇步。而且呢，我现在才知道，就是因为我会看圣经，看着看着才发现，原来圣经才是我们为人处事就是最货真价实的百科全书。对，这些东西听起来很像童话故事，可是呢，却是神真真实实的送给我们的礼物。对，重点是这一份大礼它是没有限定的，就是每个愿意的人都可以取得。神安排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奇迹都是不一样的，在我的可能是长这样子，可是在你们的可能又是别的样子，因为他说过，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独一无二的受造物。对，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你们想要知道神安排在你们生命里面的是什么样的礼物吗？对，如果是的话，就是亲身经历。个人强烈推荐，鼓励你，就是赶快来填写生命更新营的报名表。对，然后呢，像我今天在这边就是分享一样，我也非常期待，就是之后能听到你们每个人跟神之间的故事。对，感谢你们，就是这就是我的分享，谢谢。感谢主，咱看见伫咱的整个的教会培育学校的过程，像曾毅，咱看得知伊是知识分子，头壳应该是足定的，好，总是伊确实发现伫伊的生命内面，无法度透过外在这物件来满足伊，就是互伊会当真正伫生命内面找到迄个意义，总是感谢主。就是透过伊的同学嘉润介绍伊，伫伊的生日将人生上介好的礼物送互伊，哇，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过程。咱嘛看见伊对咱的培育学校一阶段一阶段一阶段的学习，这实在是互咱看见是，这是上帝你互咱永光教会上介好属灵的产业哦。所以咱若是伫即个部分未有机会。来学习的咱的周报内面就迄报名的单，咱就会当来看，互咱拢会当做伙进入伫即个方式内面。
说使咱信主久久，咱嘛对圣神无有迄个感觉，也是讲对即个救恩会无真深的迄个体会。伫生活内面会感觉讲，即个信仰像我离真远，离3天地外，即个感觉，那安尼足可惜，就是讲你还未真正踏入伫即个信仰基督信仰内面的核心。求上帝帮咱，互你有即份的感动，会当透过咱的课程，会当真快速，互咱搁较去经历即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何等奇妙的上帝。伊也是创造的，嘛是请伫到现在，嘛伊继续要引带咱道路的上帝。所以咱这份信仰，咱爱甲伊看作宝贝。上帝互咱这本的圣经，嘛会当成做咱一生上界达得的一个帮助吼。感谢主，多谢曾毅伊将伊的过程真踏实，甲咱来分享。好，这时阵咱举起咱的正手，咱做伙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快乐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满。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妙。阿门，阿门。感谢主，咱教会读圣经的进度，咱继续伫箴言内面。箴言内面有真侪的宝贝，咱会当做伙来学习。总是今仔牧师就透过箴言16章第20到第9节，用这个主题，甲咱来做伙来思考。当计划赶袂到变化的时阵，咱中文讲，当计划赶不上变化，到底咱若真做基督徒的咱是要徛伫什么款的角度来看这个？我相信伫咱的信仰内面，会当互咱找到迄个方法，嘛指引咱头前的道路咱知影即个时代是真快速的一个时代，所以咱嘛会常常讲，哇，这个时代更加互咱赶袂到迄个变化总是咱会当去思考嘛。几年前，咱较开始咧学即个智慧型的手机什么手机佫会当上网去佫会当真做图书馆有无？这会真济。总是咱会当看嘛，伫这个过程内面会当互咱看见，伫现代的科技甲所咱都用的工具甲过去是完全无共款。过去咱是鉛笔、猪头菜刀毋过即马真济的工具是伫即个现代化科技的发达的顶面所提供互咱的包括咱伫迄个工作的形态啦，还是讲咱伫消费的习惯，拢有一个真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有人讲，你若袂晓用智慧型手机你若袂晓Uber E 会当叫Uber 会当使用，你手机若袂晓后边你要出门都足困难的你要食物件嘛足困难的哇，这是会当互咱看见。几年前咱开始咧学智慧型的手机呢，毋过即马咱已经进入伫 AI 的世界内面哇，咱伫咱的即马新的即个冷气咱这过去爱安尼控制对无？较早佫较厉害，就讲即马拢有即个遥控器我甲你讲，即马牧师的手机伫外国嘛会当控制讲要甲关起来，毋甲关起来呢？有厉害无？即摆时代就是安尼所以即个变化对咱来讲，互咱会感觉讲哇，即个时代毋是超越，毋是已经超越尔是佫超越，佫较超越，佫较超越。你毋好看过有的少年人伫咖啡厅内面，你是讲摕一台电脑伫遐无要去上班有啦，伊伫上班对无？甚至伫海边，你看少年仔讲佫会当来遮游泳，到底有伫上班无？有啦，有伫上班伊只要一台笔记型的电脑，只要会当上网，上网嘛免靠别人用手机连接，安尼伊嘛是伫上班的所以即个时代的变化，互咱感觉讲哇，真特别会当要食啥物？烦恼啥？手机摕起来对无？点落去千百万会当互你拣你还袂等去到厝，那已经小滚滚放伫你的门口即摆时代就是安尼毋免阁烦恼讲等下阁爱菜市买啥？
少年人即马大概因的生活的习惯已经变化到安尼。你讲这少年人因开始安尼，无，这就是因的时代。那安尼对咱遮有自深的自深的咱要安怎？咱要安怎？叫上帝帮助哦，互咱会当去体会哦。所以这个时代，智慧的科技 AI， 毋是干那改变大型的企业尔，对咱的个人的生活习惯，甲咱的未来，迄拢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内容，还是讲生活的一个困难，会当成做咱一个足有得到帮助的一个助手。过去若要查一个资料，拢会走去图书馆对无？咱看这个啥物中央分馆会当伫咱的4号公园那个哇，咱已经教会伫遮，你嘛足方便。后来发觉讲即马无迄个图书馆啦，有啦，拢是过路有无？为着要坐捷运在中插落去若小悬就毋免，就爱搁坐小大哩。即马时代就是安尼所以求上帝，互咱会当体会伫即个时代的情形内面，就有人讲AI 上介大的危机毋是取代你的工作呢，是安那 AI 比你搁较认捌你家己呢。因为你逐日伫遐滑手机 ，AI 拢知。你兴趣看啥，伊拢知影。你咧讲啥，伊嘛知。所以呢，伊拢自动提供你有兴趣的、你意爱的、你需要的。伊比你较捌你家己你有当时有情绪对无？伊嘛知影你的对话，你甲人的对话，还是讲你甲伊即个在点物件的时阵所留的这物件，伊拢知，这叫做大数据。伊嘛透过安尼集合起来，知影讲你下一步你会选择啥，伊就照着你要选择的提供互你，这就变做商机，咧做生意。这是这个时代内面，互咱感觉讲，毋是讲伊会取代你的工作，较重要是安那，伊比你搁较认捌你呢。若是安尼，咱面对着即个 AI 这物件，咱会当看见咱无意中就是因为伊提供的，就是拢过去你的经历比你家己搁较知影，甲你整合起来，所以你的决定拢交互啥拢交互 AI 安尼，伊拢提供你互你所以毋是你家己在决定是 AI 在替你决定，这叫做决策外包。所以渐渐咱会失去迄个选择的困难的能力搁伫属灵的层面，咱嘛会当看见，会渐渐失去了迄个属灵的知觉，就是讲迄个圣神的感动，可能会怎啊会较忽略去。因为咱一直伫手机内面，伊提供你的就是你知影你需要啥，你爱啥，你兴趣啥，这拢在决定你的下一步，还是怎样？这就是这个世代。所以若是安尼，真侪咱像牧师这款渐渐有年资的人，咱永远着爱保持一个愿意学习愿意学愿意学习。搁有伫咱的生活内面，有搁较侪愿意去做调整因为咱的囡仔因生活伫即个 AI 的世代，你要讲你叫伊放用 Uber， 放用 Uber E 坐公车就好，搁坐 Uber 遐贵，等等遮的。即个时代的思想的改变，对咱来讲，咱毋是甲因控制，咱是学习。我相信这会当帮助咱。会当甲即个时代会当连接起来所以咱甚至爱将迄个变化当作是安那平常真平常即个快速的变化，咱阁会当思考嘛。甲几年后，自动驾驶的车就伫咱的家内面走来走去对吧？你看人一开车在拄久无啦，人迄自动驾驶的即个时代就是安尼，真紧真紧这应摆可能20-20年前，咱就会梦想着个后边伫高速公路在走大概车的速度拢相共啦。
鼓励吼，拢相共，有无？啊，拢安尼，一走落去一直走，即摆真正要变做安尼啊吼，对无？佮几档后，毋免5档，咱看到高速公路，逐个车拢相共，拢是安那，速度相共，距离相共，拢是安尼在走。哇，这个是真变化的世界吼。总是咱诚做基督徒的，咱阁有一项爱特别注意的，就是 AI 伊是聪明的小弟，伊毋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啊！吼啊，所以伊无论 AI 安怎发展，伊永远是咱的小弟，伊永远会当做咱全能、全时间的员工，伊袂当成做咱的上帝。伊袂当搬过咱所信的这个上帝哦，所以绝对袂当把小弟当作上帝啦。哦，这就是咱伫这个时代内面啊，咱看这个科技较快速的进步的时阵，咱这份信仰永远的爱坚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哦，所以你甲隔壁讲 ，AI 是小弟，毋是上帝哦。AI 是小弟哦，毋是上帝哦，吼，唔好甲 AI 当作上帝吼。AI 讲的，伊最后拢会甲你讲安那？可能有错误，请你爱搁去安那？搁较研究哦，吼。可能我提供的吼，毋是绝对的，是有错误的。若上帝提供的，会甲你讲，这是绝对的真理，免怀疑。总是 AI 提供的，一定会甲咱伫后壁写讲，请你爱搁考察一下哦。较了解去证明一下哦，我所讲的是大数据所提供的哦，无一定是绝对的真理哦。哇，这是就是伫这个时代，伊伫甲咱提醒即句话，咱嘛爱好好甲想一下哈。这是咱会当去思考。所以咱透过今仔日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伫这个变化多端的这个世代内面，针对咱的计划、咱的期待。当遐有一个变化，伫迄个未来，还是伫咱现在的时阵，到底咱要怎做？怎样是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来面对这个？怎样看见上帝有权掌权伫这个中间？这是咱的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啊！所以箴言16章第20讲人一切所行的，伫家己看做眼中看做是清气的，独独耶和华看重衡量咱的心魔这个清气的意思，嘛会当甲翻译做正直的，还是无懒散的哦。这个意思就是讲什么？讲人所做的一切，人所想的啊，无论好人歹人，伊所计划的，拢嘛感觉伊是公义的，伊是对的啊，对无？敢有人讲我计划的就是无好的嘛？伊一定会想尽办法讲，我计划的是好的，是好啥物，是对啥物人好，这免讲伊感觉伊计划的一定是好的，伊较要去执行啊。这是咱会当看见，无论是义人，无论是歹人，拢会家己认为家己会讲所做所有算的，逐项拢是公义的。总是咱求上帝帮助哦。圣经就安尼甲咱讲耶和华无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哇，所以是咱人看的拢是人的外貌，伊所表现出来，咱感觉这个人真善良，这个人真正直，这个人真安那真有知识，伊一定是一个好人。总是上帝所看是人的内心，伊所计谋的是啥物？是为着家己，为着别人，为着上帝，还是为着啥物？这个咱拢会当好来思考。所以人真容易，就是将咱的计划啊，会甲伊绝对化。啥物叫做绝对化？就是讲这是一定对的，一定对我是好的。甲迄个代志，对于咱的家庭对于公司一定是好的。我认为是一定好的。我用大数据去看过咱的计划应该是安尼，是无毋对。人拢会认为安尼，伫即个认为安尼的过程内面，其实咱有一种的心态，就是讲安那，我比天较厉害啦。咱讲人定胜天嘛，这是真侪人在鼓励咱面对困难的时阵咱应该会当赢过这个。这是鼓励性的物件，敢是真正人有法度较赢这个天吗？
应该是毋是吧？所以求上帝帮助，互咱会当去体会。当咱人看见咱家己有限的时阵，就是咱的气力是有限的，经验、咱的视野，拢是有限的，拢是有限的。咱嘛有咱的盲点啊，看袂到的所在啊，佮有伫即个时间、即个环境以及咱所面对的人，拢有迄个无代志，就无代志；有代志，迄有当时啊，互咱连措手不及。哇，都拢有可能，所以兄弟姊妹，那求上帝，互咱会当好好来思考，我相信会当帮助咱。所以无论代志安怎变化，无论咱记忆的事，迄个进行的过程是安怎，咱拢求上帝帮助咯。就是伫计划进前，就求上帝，互咱有一个安静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伫迄个进行的过程内面。咱嘛需要，互上帝甲咱修正的时阵，咱嘛爱去互上帝修正。上帝嘛愿意来甲咱看咱所记忆的这一切，只要咱愿意安静伫伊的面前，咱去思考，会当帮助咱伫安静的时阵，到底咱是掠家己做中心，还是有一份骄傲，有一份私欲伫咱内面在摇动？互咱想要做啥，想要做啥，还是咱是真正用谦卑的心，掠主做中心，高举咱所信的基督。咱会当去甲看，到底咱是往对一个方面。当咱有安静的心的时阵，我相信圣神一定帮助咱。圣神伫每一个时刻，拢会对咱讲话啊！这是基督徒你我。咱拢会当来经历的，所以感谢主，咱真做基督徒的，咱毋是无限的人，咱拢会当讲我是真有限的请多多包涵，对无？是，咱拢会当真做一个谦卑的，这是你我会当伫上帝的面前，咱会当来学习伫人的面前来表露，咱是一个谦卑的人。咱看大鼻王，哇，伊困甲日头要落山。拄好看到，这个美女，什么人？台语安怎读？白士巴对无？白士巴对，白士巴在西城区，哇，看到一个煞挡袂掉对无？伊有权啊，所以伊就用王的这个官兵，就调白士巴入来，就犯着奸淫，犯奸淫了，要安怎？哇！人伊是有妇之夫呢，佫是伊中心的这个战士会当讲是中心的战士呢。后来伊就想一计划，哇！这个危机要安怎来处理？伊就想尽办法，哇！就将迄个白士巴的翁对无，甲伊调转来。哇！调，你足辛苦的互你放假1个月等伊厝好好休困结果呢，伊敢有转去？无呢，伊搁在无用兵营的事啦。代表讲问者讲，无转去厝较会使，继转去，继休困即个军事的代志，无搁无用啊！爱转去休困，伊遐辛苦对无？互伊转去休困，哇！结果呢？白士巴因翁有转去无？嘛是无转去呢。哇！代表想讲哇，这个人真搞怪，我做一个老网，互伊叫伊跳落去，拢无要跳。好事啊，叫转去休困，敢毋是歹事吗？伊遐辛苦，对无？其实伊是在暗藏家己的罪过嘛，因为伊知影惨啊，白士巴怀孕啊，哇！后来变哪？伊搁较聪明。足厉害！伊亲手写批互约押，就是将军伫前线，伊的将军大元帅，就讲你甲迄个白士巴因翁甲伊送到上头前，当战争两方在战争的时阵你叫所有兵拢摕转来，留伊一个，伊足厉害一个人得当拍几万个人的，无问题。
结果呢，咱就知影伊翁死了，对无？伊就讲这代志好，已经完成啊，对无？就甲拔示巴带落来，带入门。哇！伊想讲，无人知影，对无？我遐好心，叫伊倒来休困，对无？伊阁是勇猛的战士，伊若当拍赢10000个人，是毋是？哇！大家拢足厉害，足甲学落的。总是耶和华上帝找摆先知，来甲伊讲哦，对无？来甲伊讲哦，用一个比喻呢，真特别咯，先知拿单就讲一个故事，互大家听。咱拢知影嘛，伊讲一个山车的，一个好野的，好野的就足济，遮看着山车因兜过一只家母。敢若剩一只鸡母，伊讲即只鸡母应该是我的，对无？我家己也来抬，对无？对，哇！大笔听着讲，佫即款恶人拿单就讲，即个恶人就是你，哇！真特别咯。大笔会得到上帝所欢喜，无亲像扫罗一般样，是因为伊安那，伊面对着这困境的时阵，毋对的时阵，伊承认咯，伊流目屎伫迄搭遐承认伊的过失，伊无用真济的理由来推脱家己所犯的罪，无，伊就是谦卑伫上帝的面前。所以咱看见上帝就赦免伊，嘛继续坚固伊的王位哦。毋过当时，上帝嘛对大笔进行修剪的一个工作，哇！这是咱会当看见的吼。所以咱看大笔会称作合我心意的，就是伊无怨恨，嘛无借口，伊完全选择顺服上帝。顺服上帝修剪会艰苦无？有喏，是艰苦的。修剪是安那？伊甲拔示巴奸淫的时阵所生的迄个囡仔。就安那，就死去。搁有伊上疼的囝，什么人？押沙龙背叛伊。这个囝背叛伊，伊只好安那逃离开耶路撒冷呢。哇！最后伊的囝押沙龙嘛是死伫战场。伊讲：我这个宝贝囝，无安怎你拢袂当甲我当着有无？上帝就甲伊处罚，头毛足水的，毋过透过上水的所在来处罚押沙龙，因为押沙龙嘛是背逆的囝，所以咱看伫即个历史这的故事内面，咱拢会当来深深来体会了解。所以咱拢有需要互人修剪有无？需要哦，上帝拢会修剪咱，为着要互咱倒转来。行伫伊所欢喜的道路，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无论咱计划啥，请咱拢会记住，先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用祈祷来开始，用祈祷来执行，咱就会当看见上帝赏赐咱的智慧，嘛会帮助咱透过四周围来，互咱会当选择伊所欢喜的道路，做伊所欢喜的工，所以互咱会当透过安尼。来个深深体会咱所信的这个上帝，无论伫这个世界怎样变化的中间，一切犹原拢伫伊的手中。所以第9节就安尼甲咱讲，人算家己的道路，就耶和华引带伊的脚步。伊个引带原来意思嘛是讲坚固呢，会当稳固伊的脚步。所以咱就问讲。人算不如天算，对吧？人算不如天算，这甲这句话有共意思嘛？对吧？人算不如天算，人的心算家己的道路，总是就耶和华为指引伊的脚步。为什么耶和华要指引伊的脚步？是因为这个人是一个顺服的，愿意听上帝的声音的。所以有人讲。3种无共款看人的一个方法啦，第一，伊讲牧师看人看是上好的，牧师看人拢看好的。为什么？因为
圣经甲咱讲啊，上帝创造拢是好的啊，敢毋是？吼，迄个歹一定毋是对人的本意出来，是迄个恶者的作为嘛。所以对于牧师来看，大家拢是好的，吼。所以咱拢有不足、有软弱的所在，包括牧师嘛相共，总是咱拢要学了迄个上帝甲咱创造特别的所在。上帝看做好的，咱就称伊做好。阿门。吼，啊，若是律师咧，哇，咱教会有律师吼，律师拢看人啥？看人歹的啊，看人歹，伊毋够赚好钱，大个赚，对无？吼，小个爱过赢，为什么过赢？就是甲伊的歹拢讲出来嘛，是毋是安尼？爱好讲出来就无效啊，就变做咱输啊，敢毋是？吼，所以律师就是安尼吼，医生呢？医生看人安那？医生会甲你讲哦，啊，你这好，这歹，这好，这歹，对无？啊，若红色的呢？红色的，努力一下哦，转去爱注意啥吼，毋好食伤甜哦，毋好食伤咸哦，有无？哦，爱较侪运动哦，爱较侪啉较侪茶，咱到尾咱拢会当做医生的，因咱拢会当甲人讲，吼，啊，当然要执行就是在于咱家己咯，吼，所以兄弟姊妹，总是咱看人无啥，无共款的眼光在看人，总是咱看上帝安怎在看咱，上帝。看咱就是照伊美好的创造，伊嘛知影咱有软弱的所在，吼，总是伊知影，伫伊的光明中无一项代志无露现的。啊，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咱，吼，咱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家己，明白家己。我相信，咱就一当知影上帝的心意伫哪了，吼，所以面对着。咱所计划，有迄个发生，真济超越咱所料想的时阵，咱就求上帝帮咱，互咱会当等待，会晓去等待哦。基督徒一个上介好学习的功课，就是等待。等待什么？就是等待咱的上帝怎样为着咱开路。这个等待是一个真奥秘的学习的功课，真济人无法度等。真侪人的个性真急，总是上帝有时就是爱咱学习等待伊，等待，因为伫这个变化的中间，一定有上帝伊特别的心意。透过这个变化，透过等待，就是在调整咱哦，调整咱，然后伊一定会引带咱一条新个活的道路。这是你我伫信仰内面，咱会当深信的。总是要安怎会当达到安尼？迄个上界重要的关键就是，咱是毋是愿意放下咱家己的记忆，咱的期待，咱感觉这是上赞的。总是求上帝互咱有即款的觉醒，就是咱凭信心等待上帝的心意，凭信心看上帝伫即件代志，伫这个事的顶面。伊为着咱排比的是啥物的时阵，我相信这条的道路一定是稳定的道路，因为这条的道路就是咱选择甲上帝同行。阿门。咱选择我靠圣神的感动引带，咱来行这条的路，这条一定是稳定的道路，而且上帝为着咱备办一切的丰盛，嘛要伫这条稳定的道路顶面，咱会当不断来经历。不断来经历，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顺服上帝的人，就会看见稳定。阿门。哦，咱甲隔壁讲，顺服上帝的人会看见稳定来。对，咱若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一定会当看见稳定。稳定是啥物？稳定是上帝白白予咱的啦，毋是靠着咱做偌济，会当换偌济，毋是。因为上帝稳定绝对是够额咱用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吼。这两个经文真特别咯，拢有讲到人的心，对无？人的心伫咱的西方的伫西方的文化，还是讲伫咱华人的这个文字，伫讲心的时阵啦，大概拢是伫讲人的情绪啦，人的感性啦，人的迄个浪漫的感觉啦，甲咱的理智，这是分开的对无？甲咱的理智
理智甲感情对咱的即个文化，也是咱所学习的，咱认为这是分开的，吼啊，所以咱会讲哇，查甫人较较理性，有无？啊，查某人啊较感性，有无？啊，所以咱拢在讲到即个心的时阵，就会甲即个理智，也是理性甲感性分落开吼。总是伫希伯来文化内面，毋是安尼哦。伫旧约内面真特别咯。伊在讲到心的时阵，是在讲到咱整个的人的内在的生命，迄个综合，内在生命的综合哦。啊，这内在生命综合是啥物啊？我来互咱了解，包括就是讲咱的大脑、咱的理智哦，吼，嘛包括咱的感情哦，咱的心理的部分，嘛包括咱的意志，就是咱会决定要创啥，咱要创啥，要决定即个要做，迄个毋做，吼，啊，包括咱的灵性的部分，嘛会当讲是咱的良知的部分。你看。希伯来人，伊甲人的心，迄个心看作是人内在的生命核心，内在的所有一切啊，就是你要想啥，你要决定啥，啊，你啊对上帝的感动是安怎，你甲人的迄个关系互动是安怎，拢是伫对开始，拢是心，毋是头壳。哦，啊，咱较接拢会讲是头壳哦，对头壳想来，毋过希伯来人伊毋是安尼。因拢认为讲是心，这一切拢是心决定，所以咱较会当看见箴言就是安尼讲啊，讲你爱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心发出来，哇！所以咱就会当了解，对于希伯来人，也是讲咱旧约啊新约者的对各希伯来的文化内面。会当互咱来了解，伊在讲心的时阵，就是你的人专营所得决定代志，在想代志，在做代志，迄个动力就是完全对心来。啊，所以咱若在读安尼的时阵，咱就会当知影。所以咱就会常常讲，伫咱的信仰内面，咱就爱将咱的迄个心的地位描出来，吼，迄个心的地位描出来，互耶稣基督做王掌权。来坐伫迄个宝座，咱的心的地位，迄个宝座，吼，所以咱在讲让主居首位，对无？吼，咱若是有安尼，将咱的心交出来，将咱的心的迄个位置交出来，交互耶稣基督来决定的时阵，咱就想着讲对，伫咱的耳目内面就讲嘛，吼，说耶稣所说，做耶稣所做，吼，其实更较进前就是。想耶稣所想，对吧？啊，那安尼整个咱的生命就会当伫遮看见上帝一定经过引带咱的道路。所以愿上帝帮助，互咱会当知影，互主会当坐伫宝座，咱的脚步就会当稳固。阿门。这是必然的吼。咱再看最后牧师讲的一个例，保罗伫第二次传福音的时阵，伊本来有一个真好的计划，伊第一次传福音了，第二次要出来的时阵，伊就已经计划好啊。即届要搁较悬哦，要搁较宽，要搁较远啊！伫亚洲的所在，伊期待会当到伫即个特罗亚的时阵啊，伊继续要500安尼即个亚洲搁搁较大人哦。这对伊来讲，这是真好的啊，吼。这个是伊的记忆内面，总是咱看真特别，伫上帝有较大的宣教的一个版图要互伊，所以呢，圣神就安尼讲哦，圣经就安尼记载哦，讲圣神既然禁止，还是讲耶稣的灵唔准，所以伊就甲这个保罗伊原来的计划规啊拍散去，拍散去，总是迄个拍散的结果是安怎？保罗经历一个真伟大、计划赶袂到变化的事实，就是马其顿的呼声。也透过马其顿的呼声，互伊过海到伫南部的迄个欧洲的南部，所以咱看见就对菲律宾开始进入到伫
欧洲的所在，就因为安尼，整个基督的福音就对亚洲开始进入到伫欧洲。西安尼洗一大轮有无？即摆后来洗到转来到咱遮，最后咱知影，最后一帮就要洗转去到中国，有无？这就是整个福音的一个路线，这是上帝计划。总是伫保罗的计划，毋是安尼。毋过上帝互伊计划赶不上变化了后，就看见一个直到地极传福音的路径，就安尼来产生吼。所以一般咱拢会，咱的计划拢用家己的经验会感觉真舒适，真最上介重要。总是上帝所看的是啥物？上帝所计划的是生命的价值，甲迄个永远的呼召在哪里？这就是你我会当伫这个变化多端的世代里面，咱爱知影的，伫真理里面，互咱找到生命真实的价值。那其他这拢是工具，这拢是咱的小弟，是要帮助咱，互咱知影，这个 AI 顶这个袂当取代上帝的地位，咱也是有这个真理会当来帮助咱。所以一切变化，咱拢若知影，拢是上帝计划里面，咱一定会经历迄个老目屎、野种要欢喜收割的一个事实。阿们。是，这就是今日牧师甲咱做伙来分享，透过前面16章第2节到第9节，咱会当做伙来思考的哈。咱做伙来讲哦，顺服圣神，人生就好起来；顺服圣神，人生就好起。阿们。好，来，咱来读今日的经文来。人的心计划伊的路，独独耶和华定着伊的脚步。箴言16章第9节，搁一摆来。人的心计划伊的路，独独耶和华定着伊的脚步。箴言16章第9节，阿们，阿们。是，这就是上帝予咱的话语。咱计划咱的路，总是咱倚靠上帝的时阵，伊会稳固咱的脚步。阿们。感谢主，这时阵咱起立，咱来唱一条诗歌。我乐意主动在。
咱头前的道路，为着咱的家庭，咱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在这个变化多端的世代里面，让咱有缘持守这份真理，抓上帝做咱生活的中心，让咱挖靠伊，在变化的中间，知影落在伊的手中，咱心就安稳。阿门。好，咱开声，为着你的健康，为着你的信仰，为着咱的家庭，求上帝大大引带甲照。咱开声来期待，咱来呼喊，咱来喊话，咱来喊话哦！主啊，主啊，主啊，3摆哦哈！咱为着咱家庭来期待，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当到你敬拜你，阮在呀，阮的人的心，拢阮的心态，阮的生活，阮的信仰，阮的家庭，感受健康健康，阮拢阮的心态，阮嘛知，阮不将按这个心态，就是你的心嘛，好伫阮的手中，所以阮就把道理，无论世界的变化如何，互阮有自己的心，互阮愿意大行学习，来看透上帝你的奥妙，一切拢是对你来，也帮助阮挖靠你每一个喜乐的生活，也成就建立的基督徒。多谢你，祝福阮的家庭。主，阮多谢你，现在起阮来到你面前，阮敬拜服侍你，也透过你的话语，互阮有得到智慧，嘛帮助阮的心完全仰望伫你，也阮嘛要交出阮的人，阮生命所有一切要交伫你的手中，因为阮相信你会立你，你的掌管赢过阮的计划。多谢你，互阮每一个人伫身躯软弱的时阵，阮毋是干那一直找医生尔，更加重要，伊互阮有智慧，为着阮陪伴的医生就真做阮的帮助。互阮每一摆食药的时阵，药的时阵，拢会向祈祷，因为你要发落天国的好药，帮助阮的身躯，更加会当荣耀你的名。阮在处理大细项的代志，也是公司的事的时阵，也互阮有一粒安静的心。阮知影上帝你的心意伫哪了，互阮有一个清气的良心，做对的事，互上帝你欢喜，嘛祝福伫阮。透过阮所做的，祝福阮的公司，祝福阮的工厂，互阮会当到伫哪了，拢带出迄个稳定满满的基督徒的生活。多谢你，赏赐阮有智慧来听你的教示，用俄乐敬拜，将荣耀归乎你，也愿你将平安赏赐伫阮的顶面，互阮更加去经历阿伯罕的福气，嘛要成做阮的福气，阮更加会当成做别人得到福音甲福气的管道。听阮的祈祷的事，一切荣耀归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也就今晚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听加信心的行动，用感恩的心加信心的行动来奉献。开始。胸口。
济时间分享。也祝大家平安。伫这个风台天，咱阁会当来到伫教会，所以圣神伫咱的内面大大来充满咱，咱拢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咱这个是咱来关心咱的教会的消息。好，咱来看一个影片哈。好，这就是拜1到拜3，去到伫山顶司马县。You know what to do. It's time to put your phone down and raise your attitude. The God who made the birds, sea, sun, and the moon isn't somewhere far away. He is standing in the room. So let it scream, let it shout, let him know what you're about. Keep it moving and grooving, don't leave a single doubt that today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created. Why would I sit around just waiting? Let's have a celebration. It's time to clap our hands and stomp our feet. 司马县。哇，感谢主哈！山很大，然后呢？我的信心更大，所以咱实际予囡仔去看上帝所创造的。大家看到这个大山后，拢感觉山足大，总是伫咱的教会内面，咱予咱的囡仔经历到山真大，塔崖真大，总是咱的信心，咱的上帝更较大。所以咱是用情境的教育，得来引带咱的这个儿童吼。所以因去到伫司马县，你看风景有水无？感谢主呢，咱去进前落大雨呢，去的时阵山顶就好天啊，然后落山了，风台就来啊。所以上帝拢特别为着咱的教会每一个牧区咧办的活动开路，连天气嘛为着咱效力。所以上帝非常的听咱永光教会每一个牧区的兄弟姊妹，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有真好的见证，特别咱的区长、咱的小组长拢有真好的见证。所以上帝看最好，咱堪得领受上帝对天来的恩典，阿们吗？所以你要好好爱你的小组，进入伫你的小组参与聚会嘛，顺服伫咱的小组长的带领的内面。感谢主，咱继续来看咱今仔日箴言的导读，来，请着互你的父母，互生你的箴言23章，来，搁一摆来，着互你的父母欢喜，互生你的老母快乐，箴言23章。所以咱上好的伦理生活课程，就是伫圣经内面，就是伫圣经内面吼。所以，互咱的囝儿，互咱的细囝，互咱的孙仔，互咱的青少年，互咱这已经结婚的囝儿新妇，咱拢介绍因，互因会当来明白这个福音，对你的家庭。你敢会想伫10年了后，迄个福气偌尔啊大？所以咱期待伫整个社会内面，咱的基督徒的家庭拢会当被复兴兴起。伫这个社会正做是咱基督徒用主的信仰来带领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阿们吗？咱一定要有这个意向，咱的台湾才会受祝福。好，过来。好，这是咱的囡仔，咱拄则所看的吼。拢总有55位的爸爸妈妈带着伊的细囝。其中有11位拢是 best， 是咱无熟悉吼。总是因伫遮领受了，因感觉哇，教会活动哪会遮尔好？这老师拢真有耐心，阁真有疼心，这活动安排阁甲囡仔带了足有纪律的，足有纪律的。哇，这真济，即马是学校无法度去教囡仔。总是来到伫教会，是用耶稣基督的疼来陪伴因，因就会当感受到迄个圣神的快乐。所以非常的赞加遮个拢学了归着咱的上帝好，过来，咱伫明仔载开始有一个We Are One特会，这是林良堂、复兴堂、行道会3个大间教会因所联合主办的特别为着即届的青少年全台湾所以有高雄场、有台北场，安尼拢总大概有7、8千位的
青年来参加吼。啊，虽然伫拜一到拜四拢伫台北场伫和平诶篮球馆，咱捌去过无？咱什么时阵去到伫和平篮球馆？咱的马街150吼，所以咱的教会对迄个所在真熟，迄教会迄个所在场地真大，所以爱动用真济的人伫遐服侍。所以咱的舞团吼，咱阳光的舞团以及几间教会舞团联合，差不多有40位的舞团做伙伫遐服侍。还有咱的敬拜团吼，咱的亚伦亚呐，还有咱的其他的青年人也伫台下顶伫遐带敬拜团。搁有咱嘛出动咱的招待的团队，嘛是用青年吼，因为太济工咧，爱真济团队去轮流轮班来做交代，所以咱为着咱伫平常时咱伫祈祷内面，咱来想着因伫拜一到拜四有遮尔大的活动伫遐，迄毋那是一个活动，毋是一个节目那点，迄是一个圣神的运动，阿门。迄是一个圣神的气力伫遐来彰显，或者青少年会当过一摆归向伫主，会当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上帝才要祝福伫咱的家庭，伫咱的台湾。所以伫即4天为着即个活动，为着即个特会的礼拜来 RPG 的祈祷，所以嘛请咱的铁三角来特别留意即个代志吼。咱的教会有36位的青少年要来参加，所以咱来关心代祷。好，过来。后礼拜咱有一个真特别的的事，就是伫桃园的南坎教会，因即马要建堂，建堂爱开几啊亿，所以教会咱的教会每一间教会就是集体，所以当因的教会伫起礼拜堂有需要的时阵，因的牧师甲咱来提起讲，敢会当来到伫咱的教会来募款。所以牧师嘛真，咱的周牧师真熟悉即个蔡牧师，所以就来欢迎因来到伫咱的教会募款。所以后礼拜南坎教会要来到伫咱的教会来募款，牧师带伊长老青年，佫有义卖，佫有义卖要来卖啥物货，咱后礼拜就知影吼。大家伫金钱的典馆嘛会当来准备，因为为着建堂来奉献的，上帝要大大纪念你，阿门。好，所以咱为着即个代志来关心来奉献好。咱小等一下第2场礼拜煞了，咱的中职会阁有小组长启发幸福分享会吼，所以咱的同工照这时间来集合。好，过来就是领洗礼甲转职，咱开始来报名。伫8月初2有领洗礼甲转职，所以咱邀请咱的，若是还未洗礼，是青少年，也是囡仔、厝里人，对信仰有一个感动，想要搁较认捌，咱就会当来报名来洗礼。过来就是奖励金的申请吼，儿童甲青少年家己来注意。好，咱后礼拜有咱的主力的服侍人员的训练，所以请咱遮的旧的书宪交代作为引导遮的同工。咱爱来参加但是这一届咱请咱家己自行来用餐吼，咱都无搁准备这个中昼顿，所以咱家己来自行用餐另外搁邀请即马对咱的培育学校领袖班毕业的，因嘛开始要来学习怎样做主力的服侍，所以嘛爱邀请这个新的受邀请的这个新的毕业的咱的学员嘛来参加吼。所以时间是伫后礼拜的7点，伫遮集合来接受训练。好，佮另外就是咱的生命更新营周报内面拄咱的真意有见证，所以咱过来即季咱提早开始伫8月底，所以咱来提早来完成报名。所以假使你若是还未参与到咱的培育学校牧师邀请咱来参与，这就好亲像爬山的人真济，对吧？山伫遐哇，光景真好，但是攻顶的人济啊少，这就好亲像咱做基督徒真济人，总是真正要搁较深入研究去看见圣神怎样来运行伫咱的内面，迄个较悬的所在，会当去体会到搁较水上帝的能力，去较大的作为，迄个层面咱还未到，所以牧师鼓励咱遮兄弟姊妹，毋管你信主30年、40年、60年，你拢会当来参加，会当讲定，迄个享受上帝搁较大的作为的迄个能力
你来试看卖。好，过来就是咱的晨祷的祈祷啊，咱因为过去咱的内部的修正，所以咱即马伫8月11要来恢复啊。咱的晨祷的时间是拜2、拜3、拜4的早起6点半到7点半吼，所以请咱会当甲即个早起祈祷的时间，将咱的时间奉献予咱的主。好，来啊，另外就是明仔载到拜4即个特会吼，苗栗教会吼啊，因为有几啊青年要上北，然后因若去大饭店真贵，对无？所以咱住伫台北的真有福气，遮尔近，毋免阁去大饭店，总是对中南部起来，拢爱阁另外做饭店，所以迄个费用是真悬。啊，即个德胜教会吼是细细间的一个客家的教会。啊，所以因特别甲咱拜托，看会当互咱来带因16位的青少年，16位的青少年要带对，困者伊啊，才一人一寮安尼。所以吼，咱伫4楼啊，因家己带迄个早迄个睡袋吼，啊，咱4楼安尼分做，安尼玻璃甲隔起来，查某的即边，查甫的即边吼。啊，所以咱的教会当时在设计时，咱拢有诶便所，咱有迄会当会当洗身躯的迄个 shower 吼。所以这当时咱拢有想着，咱既然伫台北，伫较远的人来到伫遮参加研习会，咱爱想着因爱住的所在。所以当时咱的消防长老伊在设计时，就拢有去想着，会当互遮的人方便。这嘛是咱的听的分次。感谢主，阿门吗？阿门哈，好，过来咱的杨青因要做迄个手艺诶花艺的手作，所以请咱邀请来报名。好，过来咱的杨青陈佩瑜哈，就是咱的慧珍老师的查某囝，敢有伫遮？佩瑜来，你徛起来，互阮熟悉者。好，这就是咱的佩瑜哈，慧珍老师的查某囝。伊去到伫澳洲吼。去坎培拉大学的护理系吼，要伫遐专攻护理，所以7月20日开始伫遐来留学有3年的时间，所以咱来恭喜伊，上帝嘛祝福伊伫遐适应语言甲伊的生活的学习吼，感谢主。好，过来咱的玉喜牧区吼因要去一个动植物王国遐吼，要去做王，所以呢咱会当欢迎咱的这 base 来报名来佚佗吼，这是一个真好的所在。好，过来就是咱的豆豆牧区要去到这个绿意山庄街嘛，是真水的所在，翕相啦吼，网红在打卡，网络打卡嘛真出名，所以咱嘛邀请 base 来报名，咱来参加。好，过来就是咱的社区，咱的协会吼。咱永光教会有一个协会，咱知影无？呀，咱的协会吼，咱这个协会吼，咱即摆已经申请通过，政府甲咱要做伙开办这个社区的据点，专门 for 长者吼，65岁起的长者。咱这个2个时段的时间是伫拜1下早甲拜2的下晡，一届来就是3点钟，来遮做啥物会？来遮有运动，有一寡解说安怎互老大人较袂迄个延缓咱的较，互咱迄个退化吼，互咱有一个身躯的活动。所以咱就有办这遮活动，为着要促进咱的老大人，因伫即个老年的生活内面，会当搁较有活力、较趣味，嘛袂伫家己的厝内面孤单吼。所以咱应该爱打出来，所以这是咱办的。咱伫教会办的，佫真好，就是佫有加上咱伫教会内面真水的福音甲祈祷，这才是咱生命活力的来源吼。所以咱邀请你的厝边隔壁，伊若是65岁起哩，伊会当行路吼，会当行路，会当活动安尼，就会当来报名来参加吼。好，过来，咱有一位兄弟，咱的吴文忠兄弟吼。是恩慈甲心爱的爸爸吼，伫后礼拜2，过来拜2上午9点，要伫二滨来举行个别礼拜，所以请咱的兄姐咱甲即个家庭哀伤来安慰即个家庭。即个吴文忠兄弟，咱毋捌看过，伊是伫1个月前、2个月前洗礼，洗礼了，伊的身躯的变化就真紧吼。总是伊伫后来的迄个甲主的迄个对家己的认罪，以及
决信迄个耶稣基督啊，哇，迄个是一个真水的见证。所以拜二牧师特别邀请咱时间若是会使，咱来参加吴文章兄弟伊的个别礼拜吼。带互即个家庭有一个新的愿望，特别吴文章兄弟伊的家族拢是迷信的伫厝里拢有拜遮的神明，所以伊过去是即款的环境来长大伊伫即届伫个别礼拜会诚侪是一个真好的布道会，所以咱的兄弟来参加，互因看到基督徒迄个团结的迄个力量嘛，互因的家族会当受到感动吼。所以咱来把这个时间来拨出来诗班迄一天是8点半要来练习，所以请咱照这个时间来参加。好，继续为着利安、美惠、玉珍、信如兄弟兄弟姊妹来祈祷。好，这个是咱做伙起立，咱彼此来祝福来。做伙来。主任牧师来祝福祈祷。但愿耶和华伊的快乐显明伫恁的生活的中间，也愿伊的听甲基督的救恩，拢照时供给互恁，佮愿圣神引带保护恁，互恁逐日行伫死正的道路，伫光明中成做美好的见证，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大家平安，上帝祝福咱，请坐。